东市山上科技园区持盘重发案，通过到台中市嘅持盘重发案，录一则同样嘅地震。外来嘅重发费先从2月底发出来，个详情判罚前本单嘅地主家业，也都也好，最里面太多重发嘅目的，也是知道有采取民主嘅行义，由本单嘅地主自家来判理，自家来改善环境嘅持盘重发路边黑的，都见连单年1、单年2。地主囤重发费如限提打官司哦，董事反重发持久费，希望囤重发案挡下来，拿转主头钱。不过一条路双方的势力各有帮水，故所变化很改态。湾仔街路安江都市同泰寮，也台中7期实体重发区，全台中市共享设施发展清晰种素材提亚。台中实体重发梦想也对一片开始。台中的自办重化应该是从100年那个时候开始解编之后，就如火如荼的从单元1到14，然后甚至于目前现在又有各个到了屯区啊，甚至于到了这个偏远的山城啊，都开始自办重化，变成山也自办重化、海也自办重化的这种很可怕的一个境界了。环保人权历史考察站是探索反单元2持盘重发持久费打官司，佢统计全台中市大大小小持盘重发超过40则，对早期旧台中市到海巡、韩国山上都有。旧台中市发展係對中期向外擴散到東西南北40區，再個加北屯、西屯同南屯3則所講嘅屯區，為咗增加土地利用同開發，舊台中市總共經過嘅14期嘅公判實體重發同17則開發單元嘅自辦重發，單單自辦重發單元都有很多打官司。連單元1、單元2都還在法院訴訟，甚至於更1審、更2審、更3審的程度。那尤其是在前2年因为自办重化发生非常多的这一些黑箱啦、灌人头啦，甚至于说少数把持这个重化会，然后让整个重化的运作这个财团获得暴利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105年的时候的7月29号，就有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739号。台中市前有名持盘重发案，係同南屯區嘅單元2，為首係同7期嘅西南片，北對市政路，南片到雲村東路，西片繁中路，東片係河南路同雲村東7路，面積186.3公頃，係全台面積清大持盤重發區。開發商裡面持盤重發費同分配土地爭議，今年8月嚟行到近3成嘅集團，亦開發商同東勢山上科技園區持盤重發案主判人係強一下。單元2我當初我是在那邊擔任總經理職位的，那當然後面股東很多，我只是站在一個這個所謂參與者跟執行者角色在處理。那以單元2為例，因為它是全國最大的自辦重化區那我們也徵求了大概98%多的同意了，少數有一些不同意的，目前也有所謂的自救會啦，也有剩下2件在法院訴訟啦。台中市第2單元黎明自辦重化會是由幕後楊天生家族在主導，林世明跟傅中道，一個董事長，一個總經理。如果真正統計起來，他得不到1半的人員的那個投票的那個數，應該是不成立的。王建講，開發商先將用到土地挖起來，這個前年頭，連位置出現人都拿唔定哪來委託書去打票。我們地址才2459位，他就有712位的人頭。而人頭裡面還包括有過世的長輩，總共面積11坪，每個人分不到A4的那個主張的面積那麼小，佔了大概1/3。重化會就是用這種方法手段，先進駐，先把它圈地了之後，接下來就開始去在裡面的地主裡面開始灌，開始收購土地。開始把農地慢慢的炒作，到那個地價不斷的翻身，這是一個非常違法的一個過程啦。可是我們台中市就是這樣子搞的。
柯秀珍证言，民国100年通过大法官会议实施739號認為，年菜沒有按多問題，係因為長期唔正義，已經改正過次辦重劃，審查條件嚴格一道，並講成立重劃會，提出人數同土地面積多過半，聽總長、縣里監事決定重劃範圍，年菜土種儲備會時節，著作的決定，也開會員大會來決定。唔過到7月底成立5日9種來次辦重劃會，同董事山上科技園區對頭103年儲備嘅，也對那4年前長期唔正義結果想強過關。目前也現在還在籌備會哦，同樣的都是103年就已經被圈地了，就已經被財團圈地說，我要在這裡辦自辦重劃，可是拖到現在已經4年多了。依照大法官會議解釋的意旨，就是說你必須籌備會6個月，你馬上就要成立會員大會，不然的話，你當年4年前的民意基礎，你現在還能夠拿出來用嗎？同時對長期到海巡都有次辦重劃問題，雖然呢隻高層出問題呢，係制度設計也係人的問題。都市計劃學者劉月華認為，無論次辦也公辦重劃，其實都唔係好點點的走出來嘅，都係先有都市計劃規劃出做的發展用地，下年階段就係容易開闢公共設施，公辦呢同樣咩開闢公共設施，分配土地本私人，重點係次辦重劃期，單單係套後期發展期，本來係不應該按照規劃呢，靠到政治壓力，過不將嘅開放。受限於政治壓力，來自什麼壓力？地主的壓力。他看着別人的土地都可以開發，這樣為什麼我的土地不能開發呢？然後就是說政府阻礙在我們的道路上面，所以政府沒辦法在內政部都委會裡面才同意由這個地方，如果你自己去組整體開發區，透過自辦重劃的方式，你可以達成開發的這個目的的話，我就開放。所以這個是一個工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法案，但是拿來台灣之後，變成是不是自己的住民哦，是外面的幾個人就進來取得部分所有權之後，開始去擴散，把這個土地變成是外來人口，然後把自己的土地給掠奪了，甚至於改變了，也不管改變是好是壞，但是總之並不是住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土地要如何來做更新或改變。本來應該提出7個辦理實體重劃，愛環境行較好嘅好意，因為外來重劃會7個哪個有規劃，徹底改變了次辦重劃目的。台中市地政局長將此項打拍講，提出將次辦的重劃會看作反映重劃會一片係相親辦法，就係要重劃。雙方非常覺得資訊不對等，重劃會跟地主之間，大家其實不是一個合作的態度，是有一點點接近對立的狀態，這我個人也覺得蠻遺憾的。那以這個個案而言，政府的角色到底在哪裡？不管是個案也好，通案也好，第一個，因為它所有的流程都照法令規定來，我們政府是依法行政的，所以我也不能拒絕它。學者劉耀華認為，就土地來講，一種工業區土地本單就應該拿來做工業來用，唔係工廠去到農業區。工業區殺來做農業，也將台灣也土地分期使用按類原因。東市要不要讓想要在這邊有工業發展的人有土地使用的機會啊？如果找不到這種土地，那他只好到農地上面去。這樣政府這個時候就不能去怪說，為什麼大家都去農地上面蓋工廠啊？因為我們就會陷入一個困境了，工業區土地都不能做工業使用了，那你要叫我到哪裡去做工業使用？他重劃會已經成立了，好那是因為他們召開過第一次的會員，就是等於會員大會的概念，成立了重劃會。現在開始第一個步驟，很重要的步驟就是他要確定重劃範圍。那要確定重劃範圍之前呢，要所有的地主要大部分的同意。他們在召開會員大會審議他們重劃範圍的時候，沒有過半。照法庭常識，董事山上科技園區次辦重劃會同地集團已經申請成立儲備會，開過重劃會成立大會，稍後也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嘅，也卡頭天集團也在開會員大會審議重劃範圍，有關各位第三集團還要再個開會員大會審議重劃計劃書，要過關將做得真正執行重劃業務。今天很多地主誤以為說，
现在我们召开会议，就是好像感觉上马上动工，马上要拆房子，事实上不然。今天这个东市啊，这个开发案假设顺利的话，我们认为很快速的，大概最快3年，3年能够动工，已经是算相当顺利的一件事情。我有朋友以前做过自办重化，佢设計佢出來自辦重化，應該其實佢只給開發公司就一些合理的利潤，他那時候只給他差不多7%，因為其他的事務都是他們自己處理，然後我們發覺現在這次的重化真的比例太高了，而且很不合理。地主同開發商對立，出台對土地有感情，那個關鍵係開發利益，自救會認為地主做得自家的主頭，唔想幫開發商來做，去賺一般按度的地費地。不過重劃費對也唔肯多講乜解。就開發商來講，一定跟地主同一立場。我們看的是未來整個地價調升，我們取得底位地也可以因為這樣的調漲，我們對於我們有所注意，而不是光想辦法把公設拉到最低。好，那公設低，環境品質就不好。好，這個是我們大概我個人規劃理念是如此。我們希望帶動的是未來開發完成以後的整個地方上的一個發展跟繁榮。这个案子是不是一定只拿50%？我觉得也要再确认，因为它的公共设施没有很高。我刚刚看了，就只有几条道路而已，跟一个污水厂，所以费用负担跟用地负担需不需要负到50%？这个可以讨论。台中市地政局認為，現在對單元1到單元14確實對一般便利的地費地，不過董事持判重劃案，公設比例無按高，雙方一向還有溝通的空間。實際上，現時重劃費同自救費等於綁水，他家沒多頭錢，還較多地主來支持。7月份的這次會議開的，反對的聲音是提出來，讓我深深了解到，還是有很多誤解的地方。我在這段期間，我幾乎能夠拜訪的這個反對地主，我有去跟他做說明，那也取得相當一部分的原來誤解的地主的一個認可。那還沒有認可的部分，我們也期待未來，他會同意這個重劃。開發公司辦的工業區重劃的工業區，還有你要拿走50%的地，這個對所有地主的獲得的利益是最少的，所以我們會第一優先是阻止他繼續開發，未來我們會再尋求一些其他的意見。自救費也做法有可能再個發起恢復農業區連署，佢還希望繼續很多年來所採種作。今天這個區域是不是絕大部分的民眾其實支持繼續種植果樹，不要工業區？那我覺得地方的聲音也要出來。那我們在適當的機會把這個都市計劃做一個調整。那當然，也許就沒有重劃的問題。唔可以講來重劃啦，我哋一無希望講要下一筆重劃了嚇，人家土地會去幾多啦。我想我哋都唔可以講夢想安尼啦，睇一家連沙睇一家就想講我安居樂業有個避風遮雨的屋卡安尼就好嘅啦。單元2自救會長黃基英同黎明重劃會打官司打了多年。佢認為問題唔係同重劃，係持判重劃會好嘅壞都有。如果今天東市這個重劃我有一個建議就是希望由政府辦，不要由私人。私人的話產生這麼多的問題而且法院的解決方式你10年20年可能都解決不了。政府按照規定來就很好辦了。你第一次在審查這個重劃範圍的時候沒有過半，顯然你未來的路還很坎坷，也有很漫長的路要努力。那政府一定是會做嚴格的把關，民眾倒不用擔心說好像政府都沒有在幫你們，因為其實目前這個階段還沒有進入到實質的審查。那未來假設重劃會有辦法爭取過半數以上會員大會的支持，重劃範圍過了。那今天到進入市政府審查的時候，我們其實各單位都會在。
台湾东四省省科技园区吃饭重划案，还望实质审查，足已经炒到安太旁诶。虽然政府强调严格把关，做人民最美变别山，不过看那年菜按道理诶，吃饭重划问题多都讲唔得。市区非做网站也最明显，对家开始装喺土地、爱农地用熟用得下。